老师，你出摆参详的，老师你真正是哦。你哪当一阵早尔好心的人啦，规工的，是啊，拢再友好一阵早尔是大人啦，友好袂当等呐。嘿。哎呀，网络就红的有无？来，好好写，好啊写你，莫搁写唔对你咯。哦，凶风啊，志豪哥哥，凶风啊，这是我起的吗？对啊。我一直跟你讲啊，想看卖倒一字哦。你拄仔有来吗？要紧啊。来啊，归去，归去，啊，归去啊！来咧，来，归工咧，归工咧，过来。哎，我即摆一直念答案啊，白你讲，你受冲动啊，你先受冲动。你拢是哎，看人下出来再来改吼，那第三改安尼。过来啊！迄个规路的啊，嘿，规路的，迄个规定的，规定的咩？系啊，规定的嘛，对啊。老师，因这队吼，因拢是做球互对手拍啦，因拢讲的拢正确，但是写的拢错哦，所以真可惜。不过老师，阮录这一摆嘛是头一摆拄着啦。恁真正喵哦，规工的，咩规工拢安尼啦，嘿，见路拢足后的哦。这队较友好。嘿，咱来从友好的咧来，你写是这个龟。哦，这个龟，报告为什么是这个龟？你讲的啊？哦，哎，规工啊，规班啊，拢是这个规，哦，规气啦，规工、规路的、规定的，拢是这个龟，规速啦，规长啊。来，咱来问老师是不是这个龟吼？来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对，因写的字是正确的啦吼，所以因这边才是这个。这个龟吼，就是咱圆规的规啦。啊，咱圆规的规画一个圆吼，就把所有的拢扣入来。哦。所以咱讲规工就是。怀用整天啦，对套炸甲套啊，所以完整的吼。啊，你讲规气吼，恁拄则这边吼，两条拢唔对，规气放互对方赢啦，规气放互对方啦。老师嘛要讲生酒啊。过来吼，规路就是对头到尾，一条路哈，规路拢安怎吼？规路拢咧靠，哦，啊，规定就足大阵的人吼，规定拢像讲对手吼，规定拢足厉害啊。对对。哦，啊那这阵呢？这阵拢规定拢足好心的。啊，这个。就友好，老师你出摆参详的，老师你真正是哦。你哪当一阵早尔好心的人啦，规工的，是啊，拢再友好一阵早尔是大人啦，友好袂当等呐。嘿。好来哦，咱过来等一题哦。第四题啊。哦，第四题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生？什么笑？什么咬？什么包咧？哦，中到底是什么字？这较简单哦。来，今日哦开始哦，写好就字哦。什么生？这个妖怪假说你的人喎。哦，来，阮少年的紧的哦，来。这题若果又唔对，我今仔日的丑老白领。哎，答案这是你讲的，我解释。我明仔载再来领，来，这个你嘛拜托来，你的答案是鸡身，鸡身，鸡身，鸡笑。鸡搞，哦，鸡搞，鸡笑，鸡笑，鸡笑，鸡包哦，鸡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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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鸡搞，好，好来，老师因的字安尼对唔对？老师，因拄则吼讲的有一字袂晓念啊，剩的拢念了正确啦吼。咱嘛是对话讲啦吼，假仙就是大家拢知影意思啦吼。讲这个做人做假仙的吼，明明都爱假无爱，是讲无爱假爱安尼吼，做假仙啦吼。假笑就是定定咧骂人的话啦吼，你是咧假笑，就是讲你做代志，互人看到感觉讲无应该做，啊你竟然做这种代志吼，假笑安尼吼。假包这是拄则因念唔对去啦。包，咱物件吼。即若讲你去共买表啊吼，啊讲哦，这粒落嚟，啊结果唔是真正落嚟啦，是人仿的啦。啊讲哦，这粒唔是真正落嚟，这粒假包的啦。假包，嘿对，包，假熬就是明明都无迄个能力，啊讲伊咧作熬的，啊结果做咧大家拢袂晓，人讲吼假熬，讲你唔通可能伫遐咧假熬安尼。